Hello Ming's Brew 嘅讀者，大家好，我係吳樂宏 Lawrence。我當初點樣成為全職運動員就係我細個小3嘅時候開始學劍擊啦。咁嗰時已經有個志願就係好想代表香港去參加比賽。咁而作為全職運動員，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捷徑啦，俾自己去加強個訓練強度咁樣。咁所以喺中五嘅時候，我就果斷轉做全職運動員，開始我嘅劍擊生涯。最重要心態，我覺得係要保持心境嘅正面啦，因為始終可能喺備戰期間，又或者比賽期間，都會有好多唔同嘅事情發生啦，可能會好多意外啊，或者好多唔如意嘅事情發生。咁呢樣嘢，我覺得都係要保持心境開朗，就去正面去面對咁樣。工具服飾嚟講，咁如果撇除我哋喺劍擊上面，咁我哋有啲好專用嘅道具之外啦，咁其實我哋亦都會有好多體能嘅訓練嘅。咁而喺體能訓練入邊，我哋要有一對好好嘅運動鞋，呢樣嘢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啦。咁所以今次就好開心可以嚟到呢一個 pop up store，咁就見到好多即係唔同功能嘅鞋咁樣。